報道。東區醫院5、6年前引入北歐健步行，幫助慢性病患者培養長期運動習慣，成效係點呢？一齊睇下。我哋右手沉落去，右手拎翻高，左手沉落去，右手沉落去門口嗰邊。佢哋呢個星期六喺東區醫院同物理治療師先做熱身。我哋一齊拎起右腳，向前踢，向後踢。 40幾人由50至91歲，準備一齊北歐健步行。同一般行路唔同，好似滑雪咁要用2支杖幫手。呢個係源自芬蘭越野滑雪選手夏天用嚟訓練嘅運動。上身嘅肌肉，我哋膊頭啊、胸口、背肌、core 基本上都會咧喺北歐健步行入邊用到。而普通行路咧，可能主要都係用下肢嘅肌肉比較多嘅。另一樣嘢就係，當我哋要用北歐健行杖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要一個左右手嘅協調同腳嘅協調。咁所以比起普通行路，可能大家要諗嘅步驟就會多少少啦。訓練4肢左右嘅協調係北歐健步初學者嘅重要嘅一步。東區醫院2019年開始推廣，由最初嘅6個人到而家超過160人。呢項運動適合糖尿病、柏金遜同關節痛病患者等去學。一啲慢性病嘅病人需要一種去培養一種長期嘅運動習慣。只要你識行或者你有2隻，即係我哋揸到2支拐杖行咧，基本上就可以㗎啦。所以病人開初我哋都係鼓勵你可能走廊啦，或者屋企附近公園平台行住先，慢慢再行遠少少。有類風濕關節炎嘅 Patty 係其中一個最早嚟學嘅病人，覺得經過訓練之後肌肉變得有力，成個人更加健康。我參加咗之後，覺得呢個運動係真係幫到自己嘅。我哋個個同學咧都有啲上咗年紀嘅，難度係喺度嘅。咁但係個個都會知道運動真係對身體好咯。其實呢個理念係最重要。院方建議想參加嘅人經過醫護評估之後，每個星期用至少150分鐘嚟做運動。無線電視記者魏明瑤報導。